有韩国媒体报道讲，咱国军的军事实力是无够，伊嘛批评咱陆军炮兵呢用的一寡武器，拢是二战时期的旧装备。也那咱国防部长郭立雄，伊是回应讲，会陆续买一寡新的装备，来甲这旧的所换掉，来提高咱的战斗力。台湾伫印太地区前线抵抗中共威胁。国际也咧检视国军的战力，韩媒当下一部报道批评台湾上大问题是军事实力不够，国防预算长期维持伫 GDP 2%。陆军炮兵也咧用二战时期的 M114甲 M102榴弹炮，海军护卫舰也闹过问题。韩媒阁形容国军是超唔兵之，今年韩国演习后备部队特别下定前训练，有真侪人连提前开枪动作都无正确。国防部长郭立雄也做出回应。那我们等到筹购新式的装备能够交运到位之后，我们就会来陆续淘汰我们过去的旧式的装备。过去在大陆军时代、大黄埔时代的训练方式，在这几年也跟美国签约引进新式的实战化的训练，也每年选派2个营级单位赴美受训。议会表示，国军伫蔡政府时期恢复1年期已不休，引进现代化训练，另外继续买新式武器装备，包含海马式多管火箭、M1 AT2 战车，拢陆续到台湾。国防部三目标在明年达到占 GDP 3%以上，增加国防实力。那这个轻兵器的步枪呢，现在已经要改装为从 T91变成 T112。新式的步枪，然后火炮呢，那现在也要跟美国购买 M109A7的这种自走炮。针对越南国造海军好进度延前11月交难，难度增加，国立航指挥技术无问题。电力系统自动充电这个部分，那还有一个 IPMS 整合的问题，我想这个技术面上面都可以克服。只是说，我们还需要给我们一点时间。用国防部便利强化论性特别预算，拍算俾等后期应用水。后在也批评国内无3年负面预算，国立方强调，那国内有3年对公开招标，记者综合报道。